正所謂咧，雙城生活話咁易，今日高 Sir 將會帶大家搭地鐵，咁啊將會探索一個咧深圳極高性價比嘅樓盤，叫咧深鐵嘅龍景啊，Go！嗱，從福田口岸過嚟12個站直達，仲有9個站到福田高鐵站，交通夠晒多啊！非常快啊！好啦，嗱呢個盤咧，正就係由深圳置業去開發嘅啦。咁喺香港非常流行嘅，就係咧一個鐵路再加咧物業嘅模式。咁喺地鐵站行過嚟咧，只需要幾分鐘嘅啫，真係超級方便啦。從呢個位置就去到咧寶安機場咧，只需要咧20分鐘，大概咧係3個站。哇！入到嚟咧，樣板間咧真係有啲驚喜啊！全屋都係名牌家電，智能系統，空間感十足。設計亦都有時尚喎，喺度住嘅人啊，一定咧會非常舒服噶啦。嗱，附近嘅超級商圈多到咧數都數唔晒啊！大型超市、國際品牌、特色餐廳應有盡有，行街買嘢一流啊！咁與此同時咧，亦都有好多藝術館啊、文化館啊，同埋咧醫院。喺度住嘅朋友真係唔怕悶親啊！一落樓就有齊設施，公園、泳池、兒童樂園樣樣有啊！日常休閒好方便。嗱，仲有48萬平方公尺嘅公園景，2萬平方公尺嘅親水空間，3.5萬平方公尺嘅園林，雙泳池、長者區、主題會所，大到可以玩足全日啊！哇！咁啊，由龍勝咧去到深圳北咧，只需要3個站啫。記得點讚關注哦。